返嚟新聞時間，再睇下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就行政長官梁振英發律師信俾信報發表聲明，認為官員身為公眾人物要保持積極接受媒體嘅監督，又話傳媒從業人員手握社會公器，要積極遵守客觀、真實、全面、公正等新聞職業操守，唔好損害媒體嘅公信力。年初2晚煙花匯演啦，警方預計會有30萬人喺維港兩岸觀賞㗎。海事處會喺碼頭檢查觀賞船，可能會禁止唔符合規定嘅船出海，亦都會考慮檢控負責人。文喬康報導。年初2晚煙花匯演會有唔少人坐船出海觀賞，海事處會提早喺碼頭檢查觀賞船，確保有足夠嘅救生設備，仲要有乘客同埋船員名單，細路仔亦都要着上救生衣。咁假如咧就船上負責人咧就未能夠跟進，或者佢係唔遵守呢啲嘅指示嘅話咧，咁處方咧就不排除咧就係會禁止嘅船離開，亦都會考慮咧檢控呢個嘅即係負責人嘅。匯演完畢之後，海事處同埋水警會第一次採用漸進式解封，由水警指揮船隻泊岸，避免出現混亂。當個譬如啲船隻啲人客已經上晒岸啦，佢哋離開嘅時候咧，跟住咧政府嘅人員咧又會再指示其他嘅船隻再逐隻咁入去，咁樣嘅時候咧就會即係防止咗船隻咧，當佢哋咧爭相咁樣埋去個碼頭嘅時候咧，佢哋咪會堆埋一齊咯。一堆埋一齊嘅時候就會容易產生個危險㗎啦。為免港島同埋九龍海旁一帶過於擠迫，警方6點開始會分階段喺尖沙咀、紅磡、中環同埋灣仔實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至於年初1晚喺尖沙咀嘅花車巡遊，警方預料會吸引7萬人觀賞。下晝5點開始分階段封閉廣東道、彌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帶，呼籲市民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亞洲電視記者文喬康報導。農曆新年啦，好多人都中意買新衫過新年嘅。有社企咧就提倡舊衣物循環再用，希望改變大眾嘅消費態度，為保護地球資源出一份力。李敏華講下。環保署舊年公布2011年嘅廢物處置數據，全港每日平均棄置217公噸紡織物。環保組織估計大概相等於100萬件衣物。可能人哋一向呢原來都唔係好接受二手衫嘅，正呢，我哋好希望話俾人哋聽，其實二手衫呢都可以好乾淨、好新淨。聖雅各福群會轄下嘅呢間社企時裝店係以寄賣模式營運二手時裝。佢哋最初售賣嘅舊衫並冇經過篩選，銷售率只有2成幾。為咗增加舊衫再用嘅比率，決定轉為寄賣二手時裝，陸續增加較新款同埋光鮮嘅貨源，銷售率提升到接近7成。二手時裝店唔單止推廣衣物循環再用，亦都鼓勵主婦再就業，因此時裝店聘任咗中年婦女擔任售貨員。就因為年齡嘅問題咧，就可能係被公司咧可能減薪啊，又或者係調去做一啲倉務嘅工作。咁但係我哋仍然覺得咧，佢有好大嘅才能嘅。經營二手時裝寄賣3年幾，而家平均每日賣出約140件衫。營運理念仲得到唔少人嘅認同，當中更有3成嘅寄賣者會將寄賣所得嘅收益捐俾呢間時裝店用作發展。舊年佢哋更擴充營業，喺呢個商場開設第2間分店。不過張永雪認為推廣循環再用仲未足夠，店內仲到處張貼標籤，提醒消費者減省無謂嘅消費，實行從源頭節省。社企團體期望政府有專門嘅政策處理衣物回收同埋循環再用。亞洲電視記者李敏華報導。北區學額唔夠嘅問題，教育局話學校增加學額之後，政府會增撥資源維持教學質素。林永文報導。教育局宣布會有措施協助未能夠喺北區園區就讀嘅本地小學生。有議員批評喺6月1號先至俾家長申請會太遲。唔單止啲小朋友或者家長要好多生活上嘅安排，學校要請老師，甚至有其他實體嘅設施嘅改動。
你唔係話即時就請到老師㗎嘛？你好多嘢要事先要準備，有好多工作上嘅分工要配合，行政上都好困難。你可唔可以盡快唔好拖到6月？你而家就特事特辦。而家都係頭痛醫頭，腳痛醫痛。而家我哋講緊小學，係嘛？即係文件就話呢個情況持續到咧2018年。好似即係冇啊！2018年之後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㗎。咁但係2018年之後就可能講緊就係小學就升中學㗎咯喎，係咪？教育局表示會以增加班數同埋每班嘅人數，視乎情況可能會俾學校小班教學。咁我哋會睇一睇，盡量加班先。咁如果加班都唔夠嘅話咧，我哋需要加派。咁喺加派度咧，我哋都同校長有緊密嘅聯絡啦。我哋會增加資源，等佢哋繼續可以做翻，譬如小班教學。因為其實小班教學好多時都係一個教學嘅模式，可以做分組。咁如果我哋俾一啲資源佢哋咧，咁啲學校咧都係可以咧用翻呢個小組教學嘅模式咧，繼續翻嗰個教學，就盡量唔影響教育嘅質素嘅。佢又話已經開展跨部門會議，研究2014學年之後學額分配問題。亞洲電視記者林永文報導。社民連成員古思堯被控4項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法院判罪名成立，即時入獄9個月。古思堯由囚車即時送到荔枝角收押所。佢被控舊年6月喺中聯辦門外焚燒國旗，以及喺今年元旦遊行期間展示塗污嘅國旗以及區旗。裁判官判刑嘅時候話，被告所做嘅係侮辱行為，無論目的係有幾高尚，都已經觸犯法律，而且破壞公眾秩序，可能對在場嘅公眾人士構成危險，行為魯莽，需要予以譴責同埋給予具阻嚇性嘅刑罰，判即時入獄9個月。一對夫婦5年內透過經營非法賭檔清洗700萬元嘅黑錢，丈夫喺區域法院被判監18個月，妻子就獲判緩刑。被告兩夫婦喺04到09年間喺北角城市花園同埋和富中心單位經營非法賭檔，招攬內地人打麻雀同埋玩紙牌，5年間清洗700萬元嘅黑錢。區域法院法官尤德康判43歲男被告利用賭檔洗黑錢入獄18個月，39歲嘅太太係受丈夫指使犯案，判入獄15個月，罰款30萬元。但兩個人有3個未成年嘅仔女，基於人道立場，女被告獲判緩刑2年。懲教署舊年喺獄中搜獲100幾宗毒品嘅個案，當中70%係體內藏毒。署方首次引入 X 光身體掃描器，取代人手檢查在囚人士係咪有體內藏毒。梁素婷介紹下。懲教署話，去年喺懲教院所內搜獲毒品嘅個案多過前年2成半，有158宗，當中有70%係體內藏毒。署方去年底喺荔枝角收押所安裝首部由荷蘭購入嘅 X 光身體掃描器，取代人手檢查直腸嘅方法，而減少要職員進行呢一種驗護工作，又可以提高準確程度。要一次 X 光機呢，就10幾秒鐘，咁用人手呢個時間係短啲嘅，係用嘅時間係短啲。咁我所謂快啲呢，就係更加準確啦。亦都係因為你有個影像好清楚睇到佢究竟係實際上係有定冇。反而調翻轉你用人手咧，就係要用人手嘅感覺。咁雖然呢一部 X 光身體掃描器只會釋放出好微量嘅輻射，咁不過署方話第時擴展至其他女懲教所使用嘅時候，如果囚犯懷孕，佢哋都唔會安排用呢一部機幫佢哋做檢查。懲教署話年底前會買入多3部掃描機，分別安裝喺羅湖、壁屋同大欖女子懲教所。另外喺荔枝角收押所旁邊就會興建尿液樣本收集中心，負責收集同處理更新人士嘅尿液樣本，預計今年嘅上半年會啟用。亞洲電視記者梁素婷報導。國際方面，北非國家突尼斯一個反對派領袖被暗殺，觸發大批民眾上街示威，指責係政府所為，而政府就否認指控。何子豪報導。反對派領袖貝萊德被暗殺嘅消息傳出之後，首都突尼斯市幾千名民眾喺內政部大樓外示威，部分人情緒激動。佢哋指責事件係執政伊斯蘭復興運動黨所為，認為民主過渡已死，聲言要發動第2次革命，要求政府落台。佢哋又不滿政府包庇政治暴力，導致政局動盪，號召發起全國大罷工，期間同警方發生衝突。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塊，警方施放催淚彈驅趕。48歲嘅反對派統一民主愛國黨領袖貝萊德係一名維權律師，
曾經多次批評奉行伊斯蘭主義嘅政府無力打擊政治暴力。佢當地星期三朝早出門口返工嘅時候，喺寓所門外被近距離連開4槍，擊中頭部同埋頸部喪生。係當地2011年1月爆發茉莉花革命推翻獨裁政權之後，首次有政治人物被暗殺。貝萊德嘅細佬亦都譴責當局係幕後黑手，認為執政黨係想獨攬大權，但係當局否認指控，話事件係恐怖分子所為，危害國家安全穩定，承諾會全力將兇手繩之於法。總理傑巴利宣布成立無黨派嘅技術官僚政府，現任國員唔會加入，並會盡快舉行大選。總統馬爾祖基縮短喺法國嘅訪問，又取消咗原定到埃及出席伊斯蘭合作組織嘅首腦會議，回國處理事件，呼籲民眾唔好受到事件影響，繼續推動革命成果。亞洲電視記者何子浩報導。百物騰貴，令到市民生活百上加斤。為咗全民抗通脹，阿根廷全國2/3嘅超級市場凍結價格2個月，希望可以減輕佢哋負擔。何子浩講下。到超級市場選購生活嘅必需品，對普羅大眾嚟講絕對唔會陌生。有人更加精打細算，特別留意價錢嘅變化，希望可以慳多啲。喺阿根廷，通脹率每年都達到雙位數字，超市貨物嘅價格每日都升，市民都叫苦連天。為咗同市民共度時間，當局同代表全國2/3超市嘅組織達成協議，願意同全民一齊抗通脹。由今個月頭去到4月1號呢60日之內，所有貨品價格維持不變。當局鼓勵市民收集單據，仲設立熱線俾佢哋舉報違反協議嘅超市。呢位住喺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嘅市民話：之前經常要來回幾間超市格價，而家既慳到錢又慳咗唔少時間。超市方面亦都話凍結價格可以話係雙贏。但係有工會就話，市民嘅人工往往追唔上通脹，質疑呢個計劃嘅成效。根據阿根廷嘅官方數字，全國每年嘅通脹達到1%，但係有經濟學家話，實際數字超過2成，預料到今年底更加會高達3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個星期警告阿根廷官方統計同實際嘅通脹率有好大出入，要求當局喺9月底之前採取措施，確保數字嘅準確性，否則會禁止阿根廷參與基金組織嘅決定。亞洲電視記者何子浩報導。喺英國展出一個有仿製四肢同器官嘅機械人，將來有望為醫學界帶嚟突破。由廖許君帶大家睇下。呢個叫做雷克斯價值100萬美金嘅機械人，有面部、四肢同埋人造器官，係專家為英國嘅電視台節目研製㗎。出世就冇咗助手嘅瑞士心理學家就率先嚟到倫敦試下佢嘅功能，但係佢認為即使科技發展幫到有需要嘅人，係咪負擔得嚟係另一回事。Of course, it was a bit frustrating to be told that not only is this technology not ready yet, but also when it becomes available, it'll be so expensive. 雷克斯嘅仿真度好高，唔單止有人造胰臟同埋腎臟等嘅器官，受傷嗰陣亦都會流血。One of my personal favorites is the artificial blood that runs through these tubings, and because this is made of nanoparticles that are able to bind oxygen and give them off, just like real blood can do. But this is not real blood, this is nanoparticles. And I thought that was absolutely science fiction. 雷克斯喺倫敦科學博物館嗰度展出，但係喺不久將來，佢嘅人造四肢同埋器官可能有望會喺醫學上幫到有需要嘅人。亞洲電視記者廖許君報道。新聞報道完啦，再會。